Hello，你今日飲咗未呢？今集我想講一本書，一本就算你冇睇過都一定聽過名嘅經典《小王子》。呢本書到底有幾巴閉？佢全球銷量超過5億冊，翻譯過成100種語言。佢嘅銷量呢，僅次於聖經嘅啫。無數個文青同埋心靈導師話佢係寫俾大人嘅終極童話，話每一次睇都會喊到收唔到聲。而我上個禮拜呢喺書局行咗一個圈，我見到佢3次都喺唔同嘅類別嘅書架上邊出現。我每一次見到佢我都打開，但係每一次呢睇咗唔夠幾頁我就覺得好奇咁極速閂埋。我記得我之前同過一個好鍾意小王子呢本書嘅公主同事講過，其實我 get 唔到小王子呢本書，然之後佢竟然用一個充滿同情又帶少少優越感嘅眼神望住我，好似講緊唉，你呢啲被社會污染咗嘅社畜真係可憐啊，你已經冇咗童真啊。我屌你咩童真？今集我想用一個社畜嘅清醒角度同你拆解下呢本神作嘅背後到底隱藏咗幾多文青式嘅精神霸凌。我諗大家對小王子嘅大綱都唔會陌生。個故事係講一個飛行員，佢個沙漠度墮咗機，遇到一個嚟自唔知乜鳩嘢星球嘅小王子。小王子離開咗佢嗰個得一個玫瑰幾個火山嘅星球，去咗唔同嘅星球旅行，見到有好多奇怪又功利嘅大人。最後佢嚟到呢個世界，遇到一隻狐狸。狐狸呢就教識佢全本書最出名，俾無數人印喺個 tote bag 同埋個 iPhone case 上邊嘅一句金句：只要用心先會睇得清，真正重要嘅嘢呢係肉眼睇唔到嘅。聽落去係咪好唯美，好有哲理？但奇怪嘅係，每當我每一次認真投入去睇呢個故事嘅時候，我個腦入邊就會有另一個好清醒、好粗魯嘅聲音喺度嘈。我會諗，小王子住喺嗰個星球，嗰度冇地產霸權，冇老細 WhatsApp 追 API， 冇通脹，佢唯一要做嘅嘢就係掹下啲草啊。而佢如果想睇日落呢，就將張凳搬後少少，咁就可以成日喺度睇日落噶啦。佢生活喺一個完全冇生存壓力嘅世界入邊，然之後呢，佢用一個好離地嘅姿態去責怪嗰班要努力揾食嘅商人，要靠份工生存嘅人，話佢哋功利，話佢哋不知所謂，冇咗靈魂。你唔覺得呢啲 setting 對現實生活入邊要為2餐奔波嘅普通人嚟講，好似係嗰啲針唔吉到肉唔知痛嘅風涼說話咩？但係其實我最燥唔係呢本書本身，而係身邊嗰班將小王子當係神咁拜，然之後拎住佢去 judge 其他人嘅文青。每當你話小王子無病呻吟，或者小王子對玫瑰嗰種走咗又行翻轉頭嘅行為好 cam 嘅時候，呢班人就會喺一個道德高地嘅姿態同你講，你睇唔明係因為你太現實、太麻木，你冇咗童真。我屌，其實呢啲係咪應該叫童話式嘅情緒勒索啊？點解我睇唔明一本離地嘅童話就代表我冇童真？點解我日日返工計住數去養自己，就要俾人話我係一個污染咗嘅可憐大人？小王子可以好浪漫咁講，你對玫瑰嘅付出令佢重要，但係現實世界呢？如果你淨係識得講浪漫，唔去負責任，唔去付出，你個玫瑰死撚咗啦！現實世界嘅人際關係比小王子嗰種馴服狐狸複雜10000倍。我哋要面對衝突，我哋要妥協，我哋可能會俾人背叛，要喺傷痕累累之後仲要起身返工。我哋唔係冇咗童真，我哋只不過係勇敢咁樣面對現實，將一個生活喺溫室入邊嘅故仔當成係現實生活嘅道德指引，仲要指責每一個努力生存嘅普通人唔夠純真。呢啲文青式嘅優越感，真係比呢個商業世界嘅功利令我更加覺得作嘔。咁我睇唔明小王子到底係咪我有問題呢？存在主義話俾我哋知，一個好嘅文學作品應該係可以劈開你內心冰封海洋嘅斧頭，而唔係一張用嚟綁架你情緒嘅名牌。世界上冇一本書係全世界都一定要鍾意嘅。你 get 唔到小王子唔代表你冇品味，更加唔代表你變咗一個麻木嘅大人。佢只係代表咗你嘅靈魂已經唔再需要一個童話式嘅幻想去安慰返。你用緊你對腳實實在在咁企喺呢個殘酷混亂但又真實嘅世界上邊生存緊，你處理緊係一啲真實嘅人際關係，你承擔緊啲真實嘅責任。你嘅童真同埋善良體驗喺你俾現實毒打之後，仲願意對身邊嘅人好，體現係你明白呢個現實嘅殘酷，你仲願意為真正值得嘅人付出。而係呢一個咁嘅地方開出嚟嘅花，比起喺嗰個濕鳩星球上邊嗰個玫瑰，仲要俾玻璃罩住，唔係更加真實或者珍貴咩？
今晚如果你都試過對一本全世界都話好嘅神作睇唔落去，甚至乎覺得好反感，臨飲杯之前，我想掉低條問題俾你：你寧願做一個住喺真實星球，指責全世界都太功利嘅小王子，定係做一個睇清楚現實世界殘酷，但依然選擇熱愛生活嘅普通人？諗唔通唔緊要，無論你鍾唔鍾意小王子，其實完全冇問題。我哋斟杯酒，喺現實世界搏緊命嘅自己講一聲：我唔需要去邊個星球，我喺地球一樣可以活得好靚。我哋飲晒佢，聽日再諗，下次見，拜拜。